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这几日这北部甲东半部呢天气拢是湿湿冷冷。气象署提醒讲，这波东北季风就要等到拜四才会减弱，也毋过刷落来拜五开始又搁随有另外一波新的东北季风甲高气压落南，到时阵北部、东北部可能剩无20度。 湿冷的天气，民众开始踏外头出门。透早上低温出现伫咧新北的富贵角，敢若18度。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气象署也针对这方面的家人，台北、新北和宜兰发布大雨特报，而且愈暗雨会愈大。 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水汽是比较偏多的，尤其是基隆、台北跟宜兰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甚至山区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哦。那在中部以北、花莲、台东也是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形。这款落强降雨的情形，爱到拜四东北季风减弱，水汽才会减少。到时就敢若剩宜兰和东半部会有一寡阵雨尔尔。不过好天无够一天，过当天拜五就过一波新的东北季风落南，影响台湾。到时北部、东半部阁会恢复湿冷、闪大雨的天气。下一次的水汽的增多，预计会是在31号。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了之后，北部跟东半部的降雨又会逐步的增加。要拿温度的部分，气象署提醒，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温度拢在21度至25度之间。除了拜四东北季风减弱，气温会回温到30度以上。不过拜五新的东北季风加上大陆高压，温度会搁再下降，到时温度可能剩无20度。要拿中南部地区日时的温度。 无什么变化，高温在27度至30度，不过早暗的温差真大，会差到10度。提醒民众高衫高被会当传出来，才袂感到。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